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哈哈。我今次嚟呢，為大家做呢個係模組介紹啦。呢個係平原，我哋降落先啦。轉入生存模式，為大家示範呢一個佢上邊嘅呢個工具欄裏面嘅話，連作死佢有 QQ 群可以加啦，想嘅話可以加啦。可樂蛋撻食咗之後會有10秒嘅飛行技能。普通食品係點擊地面吃，補充生命值。肉類係長按吃，補充飢餓值。每個普通食品都係工作台合成，每個肉類都係打死相應嘅食物條。OK，因為為免唔好俾啲怪騷擾，所以和平。但我哋拎機，而且我撳咗個掣。好，繼續。OK， 或者應該要掉走啲冇用嘅，因為我哋等陣會有更有用嘅嘢。OK， 我哋拎嗰啲物品出嚟啦。創造模式似乎會有，睇佢呢隻有冇？睇嚟我哋只可以呢，就係要唯有通過呢個多眼嗰細嘅盒子裏面拎呢個啦，因為呢個係打敗怪物，然之後仲要合成拎到嘅。我哋就直接喺盒子度拎出嚟。好，等一等，跟住手機冇。OK， 碎廢垃圾，小物板 GS， 好，哇！顯示呢個。有可能到。Oh shit！ 討厭。食咗啦。係咯，我哋試下等陣會唔會落地，因為佢會俾你飛行效果。咖啡有夜市，炸雞冇嘢，薯條冇嘢，燒餅加速，爽喎！漢堡包冰激凌，蘋果汁、炸雞塊、蜘蛛肉、魷魚
肉、羊肉、葵類肉嘅㗎咯。雞肉2球。咁耐㗎，我想食豬肉，食魷魚先㗎啦。Lucas 洛克斯。好嘅，羊肉。幾多分鐘拍咗？7分鐘，唔緊要，繼續。村民肉所有肉類都冇嘢，只可以就係只可以回復飢餓度同或者生命值或者加強烈嘅生命啦。咁我今次嘅模組介紹就到呢度。有陣時我會一次過介紹幾個模組嘅，不過呢個模組係需要採集包嘅，所以只可以單個介紹。咁好啦，今次嘅模組介紹就到呢度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